陳毓球YK Chan 係綠色文學會嘅主席。今日非常之高興啦，能夠同大家介紹下品質管理課程，專係為 healthcare 而設嘅呢個系列嘅課程。點解會有呢一系列嘅課程咧？就healthcare 同其他 industry 一樣咧，就係都需要不斷嘅改進嘅。咁特別咧喺呢個 patient safety quality assurance service 個 level 等等，其實咧都需要咧用一啲不斷咁樣咧用一啲新嘅方法嚟到提高我哋個服務水準。好多嘅industry 啦，好似manufacturing industry 啦，可以有啲即係比較先進啲嘅 service industry 咧，已經係紛紛採用咗一啲成之有效嘅一啲改善嘅方法。咁咧就 healthcare 咧仍然未曾有系統去採用呢種方法。咁嘅原因咧就係我哋冇缺乏咗一啲呢一方面嘅人才啲專家，同埋咧亦都冇一個好好嘅訓練嘅教材，去令到我哋有一個全面嘅 healthcare improvement 嘅改善。咁咧就質量管理中心咧非常之高興咧，能夠同SBTi 咧就 partner 咧就提供呢一個嘅訓練嘅課程。咁原因咧就係SBTi 已經係服務咗超過200間嘅醫院，咁佢哋有呢個人才啦，同埋有呢個訓練嘅教材咧，可以提供到呢一種服務咧，就俾香港，亦都可以引進啦國外嘅一啲嘅先進嘅經驗咧嚟到香港。咁咧就個目的呢一系列嘅課程咧，其實咧就要提供一個有系統，但係亦都有非常之全面嘅一啲嘅訓練嘅課程，一啲嘅方法同埋工具咧，係俾到我哋香港嘅即係healthcare 呢個 industry 嗰度嘅。咁令到咧我哋嘅 professional 咧係有啲方法同埋工具咧去應用，令到能夠咧不斷嘅可以改善到我哋個病人嗰個安全性嘅問題啦，服務嘅質量嘅問題啦，同埋咧就係呢個品質管理嘅問題啦。咁就最終目的咧，質量管理中心咧希望咧能夠咧通過咧訓練我哋呢啲人才咧，可以回饋到俾社會，令到咧我哋整個嘅服務行業咧，即係 healthcare 服務行業咧個水平有所提高。咁首先要介紹第一批嘅課程咧，咁包括有5個嘅課程咧，先介紹呢5個課程俾大家先。咁第一個課程咧就係一個 AV problem solving 嘅一個嘅方法。咁呢種方法咧只係需要學習15個小時嘅啫。咁就非常之簡單嘅一個嘅問題解決嘅一啲方法。佢只係需要2日時間，亦都學習到佢有效嘅方法咧，可以解決我哋日常所面對嘅一啲困難或者係一啲嘅問題。咁亦都能夠咧將呢啲問題咧好快速地咧係得到解決。咁呢種方法咧就因為好簡單，所以咧係適合於一啲 frontline staff 咧去學習嘅。咁佢學咗2日之後咧，其實佢可以做到一個 AV problem solving 嘅 project，可以完成咗個改善嘅項目嘅。另一方面嚟講咧，就係healthcare 嘅 FMEA failure mode and effect analysis。咁呢個課程咧亦都係專門係 for healthcare 嘅，只係15個鐘頭嘅啫。咁就如果我哋講緊喺healthcare 裏邊咧做一啲 risk management 風險管理啦，patient safety 或者係啲 process improvement 嘅工作嘅人員咧，其實咧呢個咧係不可少嘅一個工具。咁所以咧呢個工具咧，當佢學識咗之後咧，其實亦都可以應用㗎。咁即係或者系列嘅課程亦都係以應用為主。佢咧能夠可以做到咧，就係呢個FME 所做到一個 project。不過咧項目咧，其實咧就有啲長啲，有啲短啲。咁其實都係提供咧，就係一啲嘅訓練課程咧，俾而家嘅一啲 healthcare professional。咁第二個階段咧，我哋就會推出一個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healthcare quality management 呢個課程。咁呢個課程嘅目的咧就係俾一個比較全面啲嘅訓練。喺 healthcare quality management 裏邊咧，
令到啲 professional 咧識得喺 healthcare 裏邊咧係應用咧同埋管理品質上嘅問題咁樣。咁呢個課程咧有120個鐘頭嘅，120個鐘頭。咁咧就比較全面的介紹，全面地介紹呢個 healthcare 所需要管理品質同埋風險管理各方面嘅一啲嘅技巧同埋一啲嘅原理。就佢亦都需要咧喺呢個課程裏邊咧有4個 module，4個 module 裏邊咧佢要完成2個 assignment 同埋2個 project， 咁啊包括一個 Lean 嘅 project 精益嘅 project， 另一個 Lean Sigma 嘅 project。咁完成咗之後咧，佢可以咧就申請做一個即係註冊嘅Lean Leader 註冊，同埋咧 Green Belt 嘅註冊。而當啲學員咧學咗一個課程之後咧，佢係可以apply exam 咗2個 module， 我呢個 diploma 嘅。咁整個嚟講咧，即係呢一個嘅 diploma 咧4個 module 咧，呢4個 module 咧，其實就可以解決到我哋日常咧喺呢個醫療所面對嘅問題，譬如話咧嗰個病人等候時間啦，住院時間太長啦。或者係有一啲嘅medical errors 或者係病人嘅滿意率等等呢啲咧，其實咧我哋面對呢啲問題咧，都可以通過咧有系統嘅學習呢4個 module 咧，可以得到咧解決。咁呢4個 module 咧，其實咧可以咧就係 individual 咧就去學習嘅。你中意要學習一個risk management system， 咁就可以讀一個 single module， 每個 single module 咧其實都有一個嘅證書。咁頭先講過咧，就係話如果你讀咗呢2個individual course 之後，你想咧 complete 埋成呢一個 diploma course 咧，就可以再讀呢2個嘅 module 啦。咁total 4個 module 咧就可以咧就資格咧係領取呢個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healthcare in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咁樣。咁大致上咧，我就介紹到呢度為止。咁主要嚟講2個部分，一個部分咧就有5個 course， 另一部分咧就一個 comprehensive 嘅professional diploma course。咁希望大家咧可以即係考慮，同埋咧可以參考我哋嘅網頁攞多啲資訊。多謝大家。